那马上呢，将为大家现场呈现的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较量，这是一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次中量级的巅峰对决。本场比赛一共3个回合，每回合比赛时长5分钟。那本场比赛呢是边疆狼库尔班江以及冷面刺客丁猛呢在 MMA 综合格斗赛场上的3番战。那么狼王出世也意味着统治和称霸。那么每一场比赛呢，对于库尔班江来说呢，都是一种磨练，而这一次次的成长。 背后呢是一次次的挑战，同时呢也是一次次的自我的升华。那么职业生涯当中，库尔班江呢取得了19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其中呢比赛的终结率高达50%以上。那么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呢库尔班江作为边疆狼的实力的强劲。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会面对他的老对手冷面刺客丁猛。那么冷面刺客丁猛呢师承名师宋子豪，那么有着名师的指点，同时呢他个人也是一位非常自律的选手。 那么，正因为自己呢一直以来的刻苦的训练，也铸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城之夜龙斗争霸赛次中量级的冠军冷面刺客丁猛。那么他在 JCK 战绝城的擂台之上呢，一路披荆斩棘。他也是呢第一位在我们的 JCK 绝城之夜的5场比赛当中呢，全部以终结对手的方式获得比赛胜利的选手。同时，他也是所有选手当中第一回合终结对手次数最多的选手。那可以说。 他在获得次中量级冠军的同时，也创造了 JCK 战绝城历史上的多项纪录。那么今天晚上，他们2位老对手，谁能够在 JCK 战绝城冠军的8角笼当中打垮对手，登顶最后的绝城之巅？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这个选手对我感觉是一个意志挺坚强的选手。 是一个好的对手，很不错的选手，他也挺优秀的。我的绰号叫刺客，我是一个人，我觉得任何的野兽、任何的猛兽在面对人类的时候，好像它的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可能他之前遇到的每个选手都比较弱，他没有真正遇到真正的对手、真正的高手。 炸了，会有大警示！打！今天我希望你拿出最好的状态，让我们来一场精彩的对决。做好准备，我会让你内心再次崩溃。 我们首先掌声有请蓝方选手边疆狼库尔班江。
下面的时间，我们掌声有请他的对手，来自于中国的红锋选手冷面刺客提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之前 TKO 了阿尔达克 ，TKO 了周泽一航 ，TKO 了张玉鹤 ，TKO 了王琦。同时，在对阵戚祥勋的比赛当中，则是在第2回合3分58秒背后裸脚降服获胜。今天晚上的这场次重量级的对决，究竟谁能够拿走这100万的赏金？此刻比赛即将开始。来看一下双方在身体数据上的对比，年龄方面，丁猛和库尔班江都是25岁。在身高上，丁猛有着10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有着11公分的优势。双方比赛体重来到77公斤。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次重量级的冠军争夺之战。And now, this is the JCK Worldweight Divisio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is evening. This moment you'll all be waiting for. The winner will be the champ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in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78 centimeters, weighing 77 kilograms, 25 years old. This man is a wrestler. He holds professional MMA records, 22 fights, 19 wins, 3 losses, 3 times won by technical knockout, 6 submissions. Fighting out of the Xinjiang, China, Haiti Muay Thai Club, presenting man's world weighing contender in the world. 本场比赛蓝袍选手身高178公分，体重77公斤，臂展180厘米，年龄25岁 ，MMA 综合格斗战绩22战19胜3负，3次 TKO 对手，6次降服对手。JCK 战决城战绩2战全胜。JCK 龙斗赏金挑战赛单级别淘汰赛4星2对阵常帅，第1回合4分08秒使用地面砸击 TKO 对手获胜。JCK 龙斗赏金挑战赛选拔赛单级别冠军赛对阵王少威，第3回合17秒 TKO 对手获得比赛胜利。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边疆狼库尔班江。Now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ight corner. He stands 188 centimeters, weighing 77 kilograms, 25 years old. He's a striker, this man. He holds professional MMA records, 30 fights, 27 wins, 7 losses. Fighting out of Xi'an, China, presenting man's world weighing contender in the world.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88公分，体重77公斤，臂展191厘米，年龄25岁。MMA 综合格斗战绩30战23胜7负 ，JCK 战决胜战绩5战全胜。JCK 决胜职业资格赛1/8决赛，第一回合1分57秒使用地面砸击 TKO 阿尔达克晋级8强。JCK 决胜职业资格赛1/4决赛，第一回合对阵周泽一航2分28秒 ，TKO 对手晋级4强。积分循环赛第一单元对阵张玉鹤，第一回合1分43秒使用地面砸击 ，TKO 对手获得比赛胜利。积分循环赛第二单元对阵王琦，第二回合1分56秒使用地面砸击 ，TKO 对手获得比赛胜利。积分循环赛第三单元对阵戚祥旭，第二回合3分58秒使用背后裸脚降服获胜。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冷面刺客All action begins. Ref in charge is Mr. 王飞 Good luck to all the fighters.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飞，祝两位选手好运。下面比赛正式开始。振球头上，施打后脑和击中。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今晚的龙斗赏金挑战赛的一场次中量级的对决，对阵双方蓝方库尔班江边疆狼以及红方冷面刺客丁猛。我是评论雨辰，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乔博老师，欢迎。雨辰老师好，大家好。这场次中量级的比赛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直播的评论区啊，已经有 N 多人在谈论这场比赛了。是的。这第一局的比赛的哨声刚响，铃声刚响啊，丁猛啊是首先去压场，首先占据了压迫的位置。是，脚步移动的非常快啊。是的，现在呢，边疆狼库尔班江是在处于一个身贴龙网游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是的，丁猛在 JCK 的这5场比赛当中啊，4场是 TKO， 1场是裸脚降服对手，而且是降服了小胖戚祥旭啊。是的，降服戚祥旭呢，其实在可以说是全民啊，资深的全民都知道，戚祥旭啊，他有着非常强的地面的反缠斗能力。没错。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戚祥旭被丁猛降服，可以说是丁猛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而他的对手边疆狼库尔班江则是 TKO 战胜了常帅。那么第2场 TKO 战胜了王少威，两个人一个5战5胜，一个2战2胜。同样也都未尝败绩。是的，对于这种捕捉战机的能力啊，库尔班江我们是印象已经非常深了。是，而且呢，当时我们看见常帅在场上表现呢，刚说常帅这个身法呀，可以说非常具有迷惑性，话音未落，然后就被库尔班江啊捕捉到了常帅当时这个移动的轨迹。嗯。这场比赛双方一上来打的也都是非常的小心。是的。连续的移动，丁猛还是现在选择用步伐去压制对手，慢慢的上前蚕食对手身后的空间。是的，丁猛呢是身形呢非常的巨大。是，场裁王飞提醒2位运动员要进攻。在拳法方面呢，库尔班江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是，同时丁猛也曾经啊一拳单拳啊是 KO 了王琦。没错，而库尔班江是一位有着拳击习练经历的运动员，而丁猛呢，我觉得他是一个 MMA 和站立比赛兼修的运动员。其实，在打我们说站立系，也就是自由搏击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丁猛也是一位金腰带级别的运动员。是的，他的可塑性非常的强。没错。而这场比赛在身高臂展上，丁猛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身高10公分的优势，臂展是11公分的优势。是的，达到了191公分啊，在次重量级这个级别，丁猛的这个身形真的是非常的好。是的，看到丁猛呢，就像是一个重型机枪一样，不停在
调整自己瞄准的位置。嗯，那么库尔班江啊，正想是绕过丁猛的打击的范围，想要去予以冷拳的进攻。两个人身高，一个1.78米，一个1.88米。场裁王菲的身高也是1.8几米啊，是的，这3个大个站在台上，瞬间感觉这个八角笼小了。是的，我看到这就是库尔班江啊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特点。后手击斧接前手平勾。是，反正后摆腿。有了，低头注意有了，刚才啊，转身完。丁猛的教练宋子豪老师也是刚刚在我们的盛典当中拿到了一个最佳教练，今天也是在场边亲自为弟子督战。是的。丁猛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说是真正的出招。是，两个人还都是以试探为主啊，毕竟这样的比赛，因为打倒了，这就是库尔班江他的迷惑性。是，不过这拳还好啊，丁猛只是一个没有留意后撤步的时候，我个人感觉是丧失了重心之后坐在了地上。我们看到，真是库尔班江就像他的绰号边疆狼一样，没错，对于这种各狼虎视的非常敏锐的嗅觉。没错。现在处于下位的丁猛，抓紧时间来控制对手的颈部，往怀里来拉，不给对手击打的空间。是的，因为对于这个级别次重量级的运动员来讲，谁都有可能一拳终结比赛。是的，特别在地面缠斗当中呢，你需要要么离对手很远，要么离对手很近。是，中间的位置啊，对双方都不安全。没错。还是去固住对手，一个手掏腋下，另外一个手往颈部来走，用左臂夹对手上来拿头。是的，现在锤击，库尔班江还是在牢牢的想要拿到死亡卡角的优势位置。是，继续前顶。库尔班江现在压制之后，前顶的这下也非常的坚决。是的。好，继续手在腰后搭扣，往怀内拉了一下。我们看到丁猛在下位还是首先要采用的，还是要把对手先拉下来。对，是。然后刚才蹬开之后，库尔班江又顶上来了。对，库尔班江这2场比赛连续获胜啊，也是他伤愈复出之后在心理建设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的。在上一场比赛对于阵王少威的时候啊，其实库尔班江就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不仅仅说是 KO 了常帅，当时让我们觉得他强势回归了。好的，双方第1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们都没有意料到啊，算是一个意外情况。第1个回合我来说一下自己的感觉啊，虽然双方呢也是处于一个鏖战的阶段，但整体的感觉让我觉得寂静的可怕。是，没错。其实2个人真的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因为就是这一个冷拳把丁猛带到地面以后，库尔班江我们刚说饿狼图斯的这个状态上来压制之后，持续的把丁猛顶在了，其实就在我们解说其正前方的死亡卡角处。对，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库尔班江强大的侵略性，不仅仅是冲着丁猛啊，仿佛是扑着我们就来了。是的，是的。而丁猛在下位的反抗也是极为的顽强。那么这也就让我们更加期待了，就是这一下，更加期待了双方在第2回合的对决。短暂的绝休息，一起来期待。这边。Ready, fight！ 好的，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开始。是的，在上一局比赛的后半段呢，丁猛被挤在死亡卡角，所以说自己的身高的优势呢，却变成了劣势。没错。就是很多这样，就是身高跟臂展比对手要大的运动员啊，就是一旦进入到这样的把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胳膊腿啊都无处安放了。是的，因为对方如果在上位的话呢，他的控制的面要更大一些。是，有时候啊，真的比自己个子小的队员呢，在你的上面是非常难受的。没错，又是一个中位扫踢。丁猛这回合看看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是的，而且有时候呢，过度的耐心呢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时间呢是1分1秒在流逝。是。两个人在第2回合一上来，在围绕着擂台中心点的移动还是很多。刚才又是一个后直。是的。其实丁猛呢可以再去放得开一些。对。
我个人也是觉得在第一回合他打的有点过于小心了。是的，即便是双方啊有着非常密集的拳来脚往，那么到后面真正我们场外的边台打分的时候，还要去从中明察秋毫，谁更加的密集，谁更加的有更多的输出。没错，而且这些输出当中哪些是有效打击，就会变得格外的重要啊。刚才这个后手险些打到。对，哎，丁猛，我感觉他的这个自信心啊，是的。上来了，一定不能发紧，因为对第一回合，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打的有点太紧了，有点太紧了。是的，我这个上勾，隐蔽性相当的强啊，这个上勾。前手的感觉，我从这个角度看，感觉是要打一个前直的状态啊。是的，看到交叉的拳，是。又是一个后手的抡摆，这种俯视的这个前手抡摆是相当可怕的。啊，下来要抱，丁猛防摔做得不错，直接到了压制位，漂亮。这一轮呢，丁猛的防守反击还是相当到位。对，这个后撤步压胯非常的快啊，然后借势前扑把对手压到地面上。这个大级别的运动员，我们大家可以试着来想一下啊，就是次重量级称重77公斤，恢复之后，现在双方应该是有80多公斤。是的，对，能到83、84，甚至85都有可能。是的，所以。就全力压在身上，大家可以想想是个什么感觉。是的，现在丁猛处于上位，还是以控制为主。是。那么库尔班江呢，还是采取了和丁猛之前的下位防守有些类似，就是先把这个距离呢缩紧。对，去拿对手的一条腿，死死的箍住，然后库尔班江要转卡腿，库尔班江想要去缩腿，没错，库尔班江想要去缩脚，给裸脚，但是呢，库尔班江想要去缩脚，这个缩脚，我看到已经是非常紧了，但是垫进去这一下还有肌肉切，这是个肌肉切，是的，这个肌肉切已经是相当紧了。现在丁猛是不放这个裸脚的可能性。对啊，松开了，然后这个裸脚也滑出来了，对。双方算是背后交叉封手，对，各给各了手臂三角汗啊，是的，手臂三角，这个是非常危险了。对，这个给库尔班江的危险程度是相当大了。是啊，左臂摆出来之后逃脱，好，丁猛持续去压对手，但库尔班江其实刚才的那个肌肉切啊，反应还是非常快的。是的。其实那个肌肉切呀，它是如果说是抓到脚踝的话呢，不是说是非常奏效。没错，就是抓到应该抓脚趾，迎面骨，应该是抓脚趾，它的脚趾是的。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没有抓到脚趾呢？正是因为丁猛的这个裸脚还没放，所以说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只有差那么一点点。对，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啊。是的。完这个时候呢，确实，双方起身之后又是去找一找节奏。是的，刚才双方呢在地面缠斗，非常的精彩。库尔班江呢一直想要去起身，然后呢丁猛呢是一直压制，而且呢短的时间呢大概3到4个不同的绞杀技术的转换。是，又是一个前腿的扫踢。这个其实丁猛最应该小心的就是库尔班江的非常立体的这种重击看，是有一个总是声东击西，击上打下。库尔班江今天的拳也是全面开花，又是一个下潜，是的，主动后撤压胯，去拿断头，挑翻，对，绕出来顶对手，就到了库尔班江在第一回合局末的时候进入到了那个把位。是的，还是死死的双手搭扣之后外拉，把对手。要让他的头去枕在死亡卡角上。是的，就这最后几秒钟啊，看到双方都在抢时间。没错，给一个上蹬。哇，这个锤击给的不错。好了，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我觉得刚刚双方其实在地面的缠斗过程当中啊，丁猛除了压制，还是发现被对手拿到快要有肌肉切的一个状态之后，马上用裸脚的这个把位去死死的顶了一波对手。是的，双方在第2回合呢，还是缠斗方面相当精彩。是。那其实对于2位运动员来讲啊，第3回合都会显得尤为的重要。其实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谁能够在第3回合拿出自己更为明显的优势，可能会左右整个比赛的走向。是的。好的，短暂的时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双方的第3回合的对决。
深呼吸，胳膊举一举。Corner。Ready，Ready，Fight。好的，双方第3回合的比赛开始，双方是的，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啊！特别是看丁猛，看真是剑拔弩张啊！对，其实的确要提节奏了。是的，其实这一回合呀，确实更应该去放松。然后有一句这个在拳击当中的术语，就是让自己的拳头飞起来，就让他走，让他走。对，要放飞一下自我了。是的。库尔班江打拳的点和线路也是非常的好。库尔班江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蛮希望丁猛陷入跟自己的拳法的对决之上。又是个上勾接前摆，真是准啊！漂亮，看到双方这种冲撞力是。又是上勾。对这场比赛，我们丝毫没有看出库尔班江有11公分的臂展上的劣势啊！是的，刚才的上勾接前摆打得相当的有声有色。库尔班江啊，他因为是拳击非常擅长，所以他重心一直压得非常好。没错，而且上肢小幅度的摇闪做得也不错。是的，丁猛这个时候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了，因为。在之前确实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表示耐心，想要去把握住库尔班江的这种打法路线。是，而且现在更多的是拿自己的脚步去压制对手啊，就实质性的进攻输出并不是太多。是的，有时候想的太多也不见得好。没错。库尔班江我们看来打的还是比较的放松。丁猛之前的优势就是他。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高位的吸法呀，迎击的这种吸法呀，这场比赛都没有打出来。没错，就感觉这场比赛丁猛还是打得略显紧张。略显紧，是的。你看，每一次丁猛去打的时候，库尔班江都会还过来至少2、3次。是。就是库尔班江，其实在他的比赛当中，他的防守反击的能力啊，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就相当于是，遇强不弱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 OK， 那你进来给我2拳，那么你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我的2到3拳。是的，一定要啊加强自己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没错。而且对于库尔班江来讲，就是自己在打防守反击的能力上。还有就是，防住对手进攻之后啊，自己上步的这个进攻上也是做得不错。是的，这场比赛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又是一个主动抱腿。对，又是被对手后撤步压胯之后，来压住自己。库尔班江现在在下位。好，一个十字固拿到了，这个十字固，拿到了，看到丁猛还是不放，对，丁猛还是不放，对，角度还没有完全掰过来。这个十字固的把位拿的相当的死势，而且丁猛我个人觉得也是奋力的反抗了，没错，扛了很长的时间啊。但是这场比赛最后的这个十字固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结局。的确，这是一场极为精彩的比赛，而最终比赛终结的方式也是太出乎意料了。是的，而且是我们的场裁王菲是叫停了比赛啊。没错，是啊，因为观赏选手的这个受伤的问题。是的。恭喜库尔班江在比赛的第3回合一个干净利落的十字固终结了比赛，恭喜。
Now official decision coming up。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次中量级比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边疆狼库尔班江，第3回合2分47秒，使用手臂十字固降服获胜。下面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中民协网络竞技专委会领导傅颂良先生，有请。有请颁奖嘉宾为双方选手颁奖。好，有请颁奖嘉宾同双方选手共同合影留念。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红蓝双方选手。同时也请颁奖嘉宾落座休息，谢谢。那么此时此刻，有请获得本次比赛我们的赏金挑战赛年终总冠军的，同时也获得我们100万赏金的次中量级的冠军库尔班江，前往你的100万赏金荣耀之路，来领取你的100万赏金。好的，此刻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次中量级对决的获胜方，蓝方选手边疆狼库尔班江，土罗斯巴克登台领取他的100万赏金。好的，此刻我想问一下库尔班江，身后的这100万的赏金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在未来即将争夺100万赏金的沙伊兰也在身旁。当然，此刻除了开心之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尤其是战胜了丁猛这样强大的对手，那么心情如何？我心情非常激动。我稍微缓一下，不知道说啥。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对手丁猛，他真的非常优秀，很棒，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我很尊敬他，也尊敬他的教练宋子豪教练，他们都很棒。就这些吧。好的，的确，一场伟大的比赛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对手。最后我想说，我的对手丁猛很优秀，他的优秀才让我变得更优秀了，真的。好的，那此刻我们要有请库尔班江来领取100万赏金的见证人登台，让我们掌声有请 JCK 战绝城创始人及战绝城品牌拥有者。美股上市公司千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中民协网络竞技专委会会长，全天候海南网络竞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宇先生，美股上市公司千岁国际集团董事 ，JCK 战绝城龙斗终极冠军赛赛事组委会主席格格总，美股上市公司千岁国际集团董事 ，JCK 战绝城龙斗终极冠军赛赛事组委会秘书长。杨晓光先生，有请3位上台，见证库尔班江的荣耀时刻。好的，此刻有请库尔班江在3位见证嘉宾的见证下，领取你的100万赏金。
好的，此刻我想再问库尔班江一个问题：拿到赏金之后感觉如何？非常高兴，真的很高兴。我想感谢第一个，首先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健全的身体，才让我变得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感谢我代表的海地泰拳俱乐部，感谢我的兄弟蔡东方，周恒，谢谢你们。还有我感谢这次让我备战帮助很大的全天下俱乐部，还有我的兄弟们，胡布兰、沙一兰，我的阿曼弟弟，非常感谢。还有感谢 GCK 这个赛事，非常棒，也祝 GCK 赛事越办越好。好，临时一个多余的问题，沙一兰，此刻拿着库尔班江手中的赏金，心情如何？就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为兄弟，就是恭喜兄弟。那未来在身后我们封存的这100万，你和巴拉金之间对决的这个赏金，此刻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对，我很期待，就是我相信我会拿到我自己的属于的胜利。好的，加油！